中国有4大名旦，梅上成荀，并驾齐驱。梅派是一个传人众多的流派。梅先生生前便重视戏曲艺术的接班人问题，他言传身教，循循善诱。至今，许多梅派弟子一提到恩师，仍然激动不已。梅花一枝报春早，迎来百花竞芳菲。先生有知应含笑，一园竟有后来人。想